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初7的时阵表示，中国要甲美国扣34%报复性的关税，这条若是唔撤回，会甲中国加扣50%的关税。另外，美国连续几啊天崩盘，不过川普伊煞是老神在在，也要是讲会坚持推动对顶关税。 Would you be open to a pause in tariffs to allow for negotiations? Well, we're not looking at that. We have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coming to negotiate deals with us,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air deals. 川普最近的关税战，和市场真不安。美国股市最切定力波动了，小幅度收盘。市场担心川普关税可能会破坏全球的经济，其中道琼8破1700点。在盘中传出讲，川普可能会暂停关税，规就清关起来。不过白宫正紧就出来否认，早期如果变五收盘的时阵获0.91%，川普也威胁要进一步提悬对中国的关税。伊伫社群媒体讲，若北京无伫咧初步以前撤回伊的报复性关税计划，初9开始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50%的额外关税。中国是伫咧初6宣布对美国加扣34%报复性的关税，也就是伫咧原本创历史新高的关税，现非关税比率顶进行国加码。像川普所讲的，即马有真侪国家甲美国接触谈判。日本首相石破茂初7暗就甲川普通電話。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電話会談を行いました。今般のアメリカ合衆国の関税措置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が、私から大統領に対し、日本が5年連続で世界最大の対米投資国であると旨を述べつつ、アメリカの関税措置により、日本企業の投資余力が減退することを強く懸念していると。このように申し述べました。川普是讲，日本伫咧贸易上对美国的态度正歹，日本无爱买美国车，不过美国买正多，一个农业方面也同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最新的消息来看，川普宣布甲咱台湾扣32%的对顶关税。罗总统是随下令成立谈判小组去美国协商。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就证实，台湾已经有甲因联络啊。另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即马已经去到白宫，嘛正做这一届关税风波头一个甲川普面对面协商的国家总理。美国总统川普拜六球拍煞，虽然伫咧登去华府的空军1号专机顶头讲，伊的对顶关税政策是一贴整顿市场的药啊。I don't want anything to go down,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medicine to fix something. We have been treated so badly by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we had stupid leadership that allowed this to happen. They took our businesses, they took our money, they took our jobs. 川普讲，已经有真侪国家的领导人亲自敲电话，希望针对关税进行谈判。I've spoken to many countries. They all want to do, just so you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what I'm doing. Every country is calling and being very solicitous of us. Very, very nice. They're being very nice. 白宫经济团队轮流伫咧媒体替政策背书。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证实已经收到台湾的联络交涉。约纳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强调，川普是不是愿意协商，或者是关税政策是不是永久性质，拢是川普家己决定。Well,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decision for President Trump,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as only he can do at this moment, he's created maximum leverage for himself. 川普对以色列加扣17%的关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到白宫，是这边关税乱局第一位甲川普面对面协商的国家领导人。另外，欧盟宣布要对美国商品提出保护措施，总共280亿美金，换算代票9300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现在为着应应美国对顶关税问题。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昏就调野来行政院讨论。在会中，杜英泰有讲会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然后国民党团是讲，总预算案提调的1439亿，都要正做进行方案的基础，嘛呼吁都要停止大罢免。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台湾代表国家，跟国家对联的。
因为不管座位安排，郭建民春秋杀国民党团总调박文琪要求两会唔拿行政院长杜英台出面协调，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也主动甲郭建民换位者结束争执。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冲击，杜英台采取下道要求国会调野当边，共同参详国时。会后，民众党团总调吴国忠表示，杜英台已经答应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卓荣泰院长，他也承诺，他愿意到立法院来进行报告，他也愿意提供冲击影响评估，把浮编滥编的这些不必要的预算节约下来的1439亿元，我们都希望能够用来给我们所有的产业以及劳工的纾困。那边也搁同齐向领营发声，爱停止大罢免。也毋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选反倒来发声，爱大家共同联署理解罢免，而且对那边提起要将总预算案升落来钱，当作进行方案的基础。郭建民也提出积极个环保。接下去我们是要暂时处理及实现，怎么拿回来啊？这什么宪法常识？蓝白两党今天在谈，有很多基本的常识。立法院长韩国瑜因为有公事无出席讨论，也毋过采备会调集调野协商，行政院专案报告关税冲击一事，有希望这礼拜进行。另外，总统赖清德表态，已经由第二军领军组成谈判小组，要甲美国交涉。也毋过，南洋地委何成顺建议，会当请前总统蔡英文出任对美国谈判特使团团长。蔡英文办公室回应无评论，佮表示蔡前总统对执政团队真有信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甲咱台湾扣32%的关税，昨昏台股一个开盘就落定，收伫咧19232点。今仔日一个开盘就落到18406点，加强拢总是到829点。这毋但影响股市，嘛对咱的产业造成真大影响。伫台南就有一间咧做黄目纸的公司，因就讲最近销去美国的货比英国是减一半。美国的客户现此时要等咧看情势。另外，有饲咱台湾乌龟鱼的渔民嘛，希望政府关税谈判都要赶紧处理，因为惊到时可能会影响产地介绍。仓库贴好一箱搁一箱的货品，是美国客户去年12月甲台南咧做黄目纸公司的订单，按算后礼拜要出货啊。业者讲本正因一摆会落2个货柜以上，这摆干那1个货柜尔，因认为美国客户嘛等咧看关税会安怎变化。针对美国对台湾要扣32%关税，业者讲虽然目前外销美国的量才占因的3%，毋过嘛是会烦恼。像这罐638块的保养油，若加扣关税，就要加200块才有够本，销量恐加卖连带受影响。因为伊目前这地是大家观望，观望大家会惊无毋对啊。以我家想就爱迄确实了，伊扣税了，咱才来评估。和美国迄面两面看咩来去，大家迄吸收些物件。美国是台湾第2大外销的市场，32%的关税对各行各业冲击有影大。像国内上大宗的台湾雕产区就伫台南，产量占全台45%。台湾雕协会理事长指出，近来美国迄边的生理人嘛开始咧要求较慢交货，这嘛互养殖户甲加工厂有真大压力。因认为这波关税谈判若无紧处理，产地介绍到时会崩盘。台湾雕在111跟112严重的切缓慢苗的时阵，113慢慢有回笼，114我也希望它是一切正常，让我们台湾雕的产业一定会当个延续。外销到美国一年大概12300多公吨，现在我们报价都还没有变动，就是说短期内大家看不到影响，长期这样下来的话，势必对这个出口商跟养殖户信心会受到打击，所以我们政府应该及早去行动。目前各界对关税也咧斟酌看。渔业受侪人烦恼，谈判若伤久，渔民会失去信心，唔敢放。农业局讲，未来强化亚洲甲欧洲的拓展策略，联合渔会甲加工业者，提升企业的品质甲营销，来应付这波关税变局。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一届美国对顶关税政策要甲咱台湾扣32%，咱的政府是宣布投入880亿要来应用。不过，民间是认为讲，这帮助是真有限，甚至有风声讲，有一寡传统产业打算要缩减部门甲裁员。劳工团体嘛发声明讲，呼吁政府都要提出具体措施。
劳动部表示，会推出相关的措施来稳定就业市场。拍开厂房内底空，美国新冠罪计划冲击全球。中华纺织业大公司新人纺织表示，这2-3年主要订单转去中国，永远无简单，已经咧苦支持。台湾要被美国扣32%拍关税，会产生退货条加另外运输成本，对企业恐惊是最后一击，会考虑被大缩减部门加人力整并，减少损失。因为今年就还没有恢复啊，还在想办法要增加出口量，结果这么下来。这个也不用想了啦，也不用考虑，是减少最大的损失就是赢了啦。现在，伫南投竹山工业区的玉树公司主要生产工业用的顶加顶秤，而且8%外销美国，目前产线依然咧运作。不过美国关税严重冲击原料供应，甲生产线安排未来营运形势是真严重。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非常的紧张啊，因为原料供应啦，还有这个生产的安排啦，都会影响到。中华车辆大厂建代工业表示，虽然承接美国仓库准备好10万多条车辆应变，不过委员希望政府赶紧甲美国协商，产业受冲击选期恐惊出现减班，甚至裁员问题。劳团烦恼资方可能倒手提政府补助，正手违法解雇劳工。劳动部强调推出安定就业措施，协助就业机会受冲击的劳工。万一有冲击比较大，部分的劳工有面临到失业的状况，我们有对应的方案。如果有企业雇主愿意来雇佣的话，也有一些薪资补贴来鼓励雇主来雇佣再就业。除了补助企业且失业的人，劳动部也规划提供无薪假的薪水补贴，也佮结合非营利组织创造就业机会。这边也设63个专线提供咨询，互劳工相对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比昨昏是较烧热，不过早暗的温差也是较大。咱来看温度。今仔日西半部高温是27度至30度。东半部是24度至26度，咱若暗内甲透早，低温普遍是18度至20度，小可凉凉啊。但是民众早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加套衫。咱若雨量的方面，伫遮方便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会较高，有局部的短暂雨。咱若伫西半部的山区甲北部，有的所在会有雨沙啊。来看今年高雄的大树的奈子，因为最近的天气是连咪寒连咪热。本地有开的花，真侪拢已经冷去，而且有凋果的可能无甲2成。即马立法院甲农业部去勘查了后，市府宣布讲会协助农民来提报财损的补助。我随便摸一下就全部掉光光了。打野，弄打野啊！立法院甲来会勘的官员，树比树顶的奈子花，大把花拢像安尼打连连，轻轻啊摸到就随手去落落来。顶个月原地农民拢叫是讲，今年花开遮水，会当有好收成。想要到天公伯也无配合，天气连咪寒连咪热。第一帮补花人过落摆，农民预估今年的玉荷包受损将近8成。开花咧100%，逐档开。那下我个人真冇像今年安尼。啊，你安尼已经过咧？啊，调过歹啊，就是进来看要补助，就是因为大家调歹，毋是我歹呢，大家拢歹啊。啊，你调过剩几成？差了2成外啊。无花咧开的时阵，拄啊好拄着低温，佮拄着雨水，还造成讲今年安尼看起普遍就是花介济，调个介少。高雄奈子的栽种面积有3000多公顷，其中玉荷包有2000多公顷。农民讲，伊的玉荷包有3甲外地，今年可能收无到2成，损失偌济也无法度估计。不过无带肥料、人工在内，干那成本都要560万。高雄市农业局强调，目前了解的受损状况，普遍拢有达到补助标准，会赶紧协助农民申请补助。先来看，咱主要送货是大树，啊，甲咱这个基山家，现在是看是用损害到一定的程度啦。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正是一个会看的程序完成之后、完备之后，我们会尽快来处理，赶快报到部里面去做公告。现场会勘的时阵，立委也要求相关局处要加快勘查的速度。农业局也强调，农民会当先将受损的状况拢翕相记录落来，提供给勘查的人员，安尼就当进行后续的修正动作。记者柯家祖、焦勇、高雄场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人讲是重点看护义工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昨昏实施。头一批提供服务的6间公益团体，收费的广告出来啊！4点钟收1000块至1250块，
也若规日的是2600至3500。不过受到照顾的人，若是重度失灵、体重超磅，或者是有甲人攻击的情形等等，一日或者是1点钟会加收100块至300块不等的费用。不过失灵雇主协会因就出来批评讲，这款的介绍是虾米人有才调来负担。过来看联合报，昨天台股一个开盘就落定，落2065点，这嘛是有史以来落上济。1886间上市柜的公司，有1702间半定。按目前的规定，这1702栋的股票，今仔日会受到禁止平盘以下放空的管制措施。证交所讲，这会减少投机性放空对股市造成冲击。过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学生啉牛奶的政策暂缓试营运，不过发现讲有学生去领牛奶的时阵，伊嘛做伙买其他的物件。算小的时阵所发现牛奶嘛有该收钱。台北市教育局提醒学生，若是去领牛奶的时阵，就要甲店员讲牛奶周报，我要啉牛奶，较袂算小的时阵发生争议。即嘛，这台北市学生啉牛奶的这个政策，各校的学生只要摕台北市的学生证，就会当去6大通路来领豆奶或者是领牛奶。因为这6大通路包括便利商店、全联也个有美联社，而且是全台湾的门市，拢会当来领。姐，我要换牛奶。各校的学生趁台北市新生啉青奶政策实施的第一天，欢喜来到超商外免试的豆奶、牛奶。目前这个政策，敢若台北市学生会当使用，只要摕到数位学生证，也是幼儿数位卡证，每礼拜拢会当领一届的豆奶，也是牛奶。台北市政府提醒，各校啊是4月初7、8、1开始实施，幼稚园是后礼拜4月14开始实施。上完课又要再去安亲班，然后要提一大袋的东西，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便利商店的话，可能比较轻便，然后也比较方便。义美有推出一些就是那种没有乳糖的，比较不会让小朋友拉肚子啊这种，就变成说它的选择变多。比起学校单一品牌的保酒乳，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政策是比较好的。台北市政府表示，目前配合的超商是全台6大通路，包括4间超商，还有全联、美联社，而且全台湾的门市拢会当领，并无限制领的管区。学童或者是家长，那可以到全台4300间任意间的全家便利商店选取想要兑换的商品，那凭着学生证来去做兑换。台北市政府表示，这个政策伫咧歇寒歇热会暂停，而且嘛提醒学生甲家长一定要照礼拜去领，时间过无领就袂当补领。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国内的通路合作，解决进前青奶保存运送的问题，也确保学生囡仔营养和健康。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提醒各位乡亲，即马坐火车是确定要起价啊！行政院正式核定台铁公司票价调整方案。按算6月23会开始实施，平均时期26.8%。那总共为台北到新左营，自强号车票的价格会为824块起到975块。台铁公司昨天开记者会表示，这个票价是走愈远的去愈少，希望会当降低对乘客影响。清明连假都要结束，台铁也负责重大部分任务。暗过7交通部处长吴胜元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证实，行政院已经核准票价调整方案，台铁票价按算伫6月23正式起价。我们短程希望不受到影响，我们中程具有竞争力，那长程可以享优惠。所以这样一个3大原则，我们去用了递延递减的措施，让整体的报酬率是达到仅有0.36%。台铁公司捌提出报酬率3到5%等3方案送到董事会，最后伫今年2月确定用合理报酬率0.36%来算合理化票价，起幅度是76.8%。调整了票价，地停台北到棒球区间车为15块起到12块，自强号23块起到34块。中程台北到台中自强号是375起到501，另外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为440起到583，完成台北到新左营自强号票价为814起到975。20%左右就差不多。不想涨票价啊，那台铁倒了，他们怎么搭？因为10年没涨了，所以物价跟着涨，我觉得也蛮合理。
这摆调整票价，旅客为5月1日开始，买6月23日后车票就是新票价。按算客运收入每年应增加47.15亿，货运收入增加7.18亿，整体增加54.73亿个收益。不过，票价调整方案比预期较低，学者认为代替真需要配合其他慈善活化，佮继续检讨是毋是需要佮一摆价钱调整。短时间如果说这样的调整幅度当然不容易，所以才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台铁要去增加自己的营收，应该来自各种不同的管道，附属事业的活动跟站区的一些开发。代替三港认为，这摆票价调整无法度解决掉钱，不过议员建议部分票箱收入用来调悬基层薪水劳人才，改善台铁的工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川普对点关税政策出来了后。即马就有美国的好野人，伊伫咧网络顶建议民众，都爱趁物件还未起价之前，一寡日常生活消耗品先买挂，甲囤起来。另外有专家认为讲，亚洲各国来比，印度的税率比较有较低，人工嘛较俗，可能会成企业去印度设厂。一粒优莱爱2.49美金，差不多代票82块；一磅差不多0.45公斤的青葡萄爱3.49美金，差不多代票116块。美国超市有世界各地来的新鲜蔬果。川普的对点关税公布了后，全球市场拢影响。美国超市的农产品也是各项日用品，即嘛是这个介绍，不过未来无一定，恐惊会转予消费者。美国1万好野人库班伊伫社群媒体建议民众，应该伫物价起价之前赶紧囤货。对库班伊的呼吁，供应链学者认为，虽然伊的烦恼是合理的，不过惊起价大量购买，会使通货膨胀更加恶化，造成供应链欠缺，致使生产袂赴，而且未来情势不明，消费者应该谨慎使用各种资源。Economists also say the effects of these tariffs won't be felt equally. Lower-income households spend more of their income on goods rather than services and have less savings to draw upon. 川普的对点关税是指美国对其他进口国扣因对美国同款的税率，来确保双方的商品拢会当公平竞争。像讲对中国征收30%的关税，对孟加拉是37%，对印度是26%。印度经济专家分析，高海关的关税对印度来讲有好有歹，虽然会影响当地企业，不过若是甲亚洲各国相比拼，印度税率有较俗，而且受到冲突大部分是真需要劳力型的产品。这跨国企业可能是看到印度人工较俗这点，大量甲工厂刷来印度。The global value chains will restructure because of this country-level uneven tariffs. And many of the goods like electronics, machinery, labor-intensive goods like textiles and garments, which were being produced in China, Vietnam competitively. Now, because of the high labor content in these goods, some of the global manufacturers may find relocating to India very attractive. 东南亚的大灾区越南会予美国扣40%的关税，因为越南对美国商品的进口税率达到90%。川普伫社区媒体大文表示，伊甲越强总书记苏林伫有成效的通话表示，越南愿意甲美国进口税率降到0，也建议美方对越南也当扣同款的税率。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即卖时代有真侪人拢会饲动物伴，不过有真侪厝头家是无要甲厝说服有饲动物伴的厝卡。不过伫澳洲的首都坎培拉，正咧推动租厝权益保障的政策。若规定厝头家袂使拒绝有饲动物伴的厝卡，而且若是要起厝税嘛无遐尔简单。不过嘛，因为这个政策，互厝头家压力变较大，即嘛有愈来愈侪人规气想要甲厝卖掉。澳洲大学生杰斯普雷斯顿甲真侪饲鸟的租客同款，饲几10摆才找到这么大的所在，伊感叹厝内有鸟啊、狗啊，细厝无简单。也毋过，互伊安慰的是，即卖的厝头家并毋是因为伊无饲鸟，才将厝说互伊，而是因为需要安尼做。I cannot live without my babies, and they make such a difference in someone's life. Like they help my mental health, they're good for my physical health. 两只鸟啊，了如杰斯的信心，也是伊上亲密的家人。像杰斯安尼，厝内有鸟啊、狗啊、细厝的人，当时坎培拉市爱照顾的对象。而且，若厝头家要禁止厝卡饲宠物，都要先经过民事甲行政法定的核准。For tenants elsewhere in Australia, we'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ense of anxiety or dread around potential eviction, around a potential rent increase. Yeah, definitely the most renter-friendly. We've got some of the tightest laws that protect tenants. 除了强制厝头家爱互租客饲宠物，
坎培拉的法规也限制出头家随意起租金，要求主体达到上佳的能源效率标准，更加禁止随意将厝卡改约。这个以照顾税厝的人为出发点的政策，所引来出头家的不满，尤其是投资客。The environment became one where it was no longer viable to invest in it. And it was time to adjust the strategy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I'd probably get 2 to 3 a week wanting appraisals done on their home with a view to selling it. 也毋过，工党长期执政的坎培拉看来并无烦恼出头家出走，因为这空出入权供给充足，支持租客政策走向，短期内应该未改变。公司新闻阿鲁梅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国家安全部初三讲有抓到3个菲律宾的间谍，因讲这3个人伫中国的时阵翕真侪有关军事甲机密的影像资料，而且长期提供予菲律宾的情报机关。这3个人伫咧央视新闻内底讲，因对因所做的行为是感觉真后悔。那菲律宾总统已经下令会提供这3个菲律宾人必要的法律援助。来看2025年世界博览会伫咧日本的大阪来办理。初六的时阵，伫会场验出沼气的高度超标。迄当阵附近有行动餐车，若是有人被插头，或者是有人食薰起来打，就真危险。佳在是赶紧予空气通透了后，气体的高度已经降低，嘛再度警报。美国职棒匹兹堡海盗队今仔日宣布，咱台湾的选手郑宗德升起哩大联盟。这个为屏东来的23岁内野手，成做台湾棒球史18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员。镜头转来咱国内，麦当劳进前标出有主管涉嫌甲未成年的工读生性侵，造成这个工读生想袂开行底路的案件。经过地检署的调查，认定这个涉案的主管，伊涉嫌强制猥亵等等的罪嫌无够，所以是无起诉。这个死者的家属听到底是感觉真艰苦，嘛讲会阁提出再议。我觉得司法不公。检警就悲伤表达不满，已经过身小女的母亲控诉囡仔伫麦当劳做山工，互主管性侵超过10摆，最后得到忧郁症倾向自杀。也毋过检方即卖调查结果，互家属受到二次打击。有一些对话，他都有去讲到，那都有交给检察官那边做调查，那还有证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起诉啊？是不是真的台湾的司法都在保护有钱的人？惊袂出失去亲人的艰苦，对司法结果更加是心冷。小女的父亲讲，已经有证人作证，尽一切提高事情。也毋过事件侦办了后，初次认定涉案主管涉犯强制威胁等罪嫌不足，以不起诉处分。妹妹那个时候手机已经泡水了，那我们能提供的证据真的有限。再一不成功，我们就一步一步来。那如果再不成功，那我们继续走往自诉，走往交付审判。对结果感觉大兄悲伤，强调会可提再议。家属也批评，虽然麦当劳内部调查认定性骚扰成案，却只有将人是头路，无提供受害者有效救济管道甲心理辅导，甚至暗发到他只透过声明回事例。麦当劳回应尊重侦查结果，会接受外界讨论甲诉告，继续关怀家属，提供必要协助，搁积极改善治安。毕竟连台北市劳动局拢认定业者案发了后做的补救防治措施有欠点。调查结果认定麦当劳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3条第2项规定成立，裁罚100万元整。红点名一大欠点，就是无对申诉人提供也是专业咨询、社会福利资源，甲其他必要服务。劳动局以性平法已经开罚100万，相关的审定书伫4月初2交付家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咱要来看中华消息，有家长出面指控讲，伫彰化市的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有一个姓詹的教保员甲囡仔苦毒，而且上无有4个囡仔受伤。教育处的调查报告内底写讲，因为无监视器翕到，所以无直接的证据，怎来结案？家长是无法度接受，即马要求县府都要扩大调查。
查某囡仔私密的所在种起来，验伤发现有着伤。另外一个查甫囡仔是尻川口扭皮，因为会痛，校公无爱洗身躯。两个囡仔的家长4月初7出来指控，家己的囡仔读中华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去年11月就讲尻川会痛，情绪真无稳定。去病院看，发现代志无单纯，怀疑是一个姓曾的女教保员来锁定。不过教育处调查，今年3月报告说公无敢失去为民作证，就安尼来结案。家长批评讲伤过落错。感觉就是一小块肉被指甲抠掉的感觉。因婚医生说，这会不会是骑滑步车造成的？那医生说，因为他还有穿尿布，所以不太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伤口。他会晚上会一直做噩梦，一直尖叫。甚至会一直叫着那个施暴者的名字，一直说不要不要。家长报案，家己调查发现，还有另外2个囡仔嘛同款有着伤。中华县教育处表示，去年底接到横所校安通报，就聘委员成立调查小组，调监视器甲横方的人员访谈。不过因为无直接的证据证明囡仔的伤势是女教保员造成，就安尼结案。不过认定横方的教保员无积极沟通，无做训练，才违规的行为，依照违反教保服务人员条例来处罚。他们的之前训练，还有幼儿照护的一些流程，那还有就是可能针对那个2名大班老师的有效沟通上的部分，我们是有还有相关的疏失的部分，我们有除了县府有裁罚6万元以外，我们也函文督导该园立即改善。远方到这个进前无对外回应，县府强调讲，姓曾的教保员伫今年1月初4已经离职，说落来会无定期去稽查。家长讲，毋是单一的个案，查证若有影会当处罚。也家长是要求县府重新扩大调查，希望莫阁有囡仔来受害。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咱若伫花莲的秀林乡，即嘛是传出有狗仔甲人攻击的消息，在地民众反映讲，附近有一户是饲真济狗仔。去年捌甲厝边的猫仔咬死，而且佫会共攻击。初一的时阵，有一个囡仔去互其中一只咬着伤。监视器画面下，当看到一个囡仔行伫大路，背后突然冲出一只乌狗攻击伊的骹腿，边仔大人赶紧冲起来阻止乌狗，才无继续。也毋过查甫囡仔送上去病院急诊，腿肚受伤，添16针。他们是想上厕所，突然冲出来，然后咬我。我那时候太黑，我还以为是这样皮这样子剥开了。好几次啦，村民都有在讲啦，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有被咬过，然后后面他们有没有处理，他们怎么作为，我们也不太清楚，就是他们还是会放出来。那呢，附近的村民表示，这个人饲的3只狗拢真歹，其中一只也亲像是彼得犬。去年这个狗就咬死过厝边的2只猫，双方各种反应了后，虽然已经和解，也毋过饲主带狗散步，有完无甲说话，通报动保署，亲像嘛无效。对，因为8月份就发生了，那我报案的用意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事件继续发生。那这个行政效率慢到现在，你看现在4月2号又有小朋友被咬伤了。所以我觉得很心疼啊。当时部防教所表示，去年3月8月，咬死猫的案，因为电院裁罚不起诉，后手会将野生的狗仔变成攻击性的狗仔立管，也毋过4月初2佫发生攻击人的事件，会随先派员去将狗仔扣留。针对肇事伤人的我们会进行予以扣留没入。另外的2只犬，我们一并会把它列为攻击型犬只，也就是要求饲主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系绳牵那个戴口罩的部分，才可以外出。那否则的话会处以3万到15万的罚则。因为彼得犬是管制狗仔，动保署强调会启动辨识系统比对，也毋过受害厝边表示。监视彼得犬并不是重点，这个狗仔拢有攻击行为，也毋过饲主煞无善尽管理职责，这是这条巷仔上恐怖的代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政治的消息，有绿营的立委提案，把中国配偶入台湾籍的代志转去国际法来处理。若是申请台湾的身份证，就要放弃本地国籍。也若进前乌心学院嘛要呼吁，中国配偶若要摕咱的台湾的身份证，时间要为6年，改做是8年才会当领。不过，就有南洋的立委认为讲，无应该因歧视。
包括爷爷顶中培鼓励武统叫伊限期离境，也互中培得到咱国身份证资格引起讨论。较早国民党立委柯武正捌提案，比较其他外配，加中培年限为6年缩短为4年。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按算提案，修改两化人民关系条例，加中培用国籍法必须放弃原国籍，强调归属台湾的忠诚。内政部讲是当参考的方向。如果透过在立法院里面各个不同的党团能够有共识的话，那我们会遵照每个党团所得到的共识来处理。我在台湾生根，然后他在台湾的付出，跟他爱台湾那个土地，跟放弃这个国籍，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还要再请假，或者是我们还要去跟家庭安排，我们还要跟公司协调，我们还要出国回去一趟，应该是不支持放弃国籍啦。王连峰认为修法的增加行政程序，照即马两化人民关系条例规定，中配得到中华民国身份证，爱先移亲居留满4年，合法居留连续2年，先撤销原户籍再使申请，前后爱6年。其他外配是照国籍法摕到身份证上少4年，上长8年，失去原属国籍。民团乌咸学院进前捌呼吁中配入籍的年限由6年改做8年，也伫另外内部引起讨论。或者有人主张6年改成10年，我觉得这些案子呢，基于公平原则，我们可以在立法院里面好好讨论。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哈，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籍法，取得国籍之前，必须放弃原来所属母国的国籍，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坚持下来。你把国安问题把它泛政治化，会变成政策极端性的一个做法，把6年改8年，把本来就已经特别长的年限再增加2年的话，这就是所谓很赤裸裸的制度性的歧视。目前国民党年限6改时的提案已经伫立法院退回听诉委员会对年限6改白这个讨论，王连峰表示，也是希望会当比较东南亚的外籍配偶缩短到4年，呼吁莫因为一时的政治事件，互台湾人权倒退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昨昏参加郑南榕过往36年追思的纪念会。伊讲，主张互中华民国台湾消失的倡议，拢毋是台湾社会会当接受的言论自由。嘛讲到政府提出的17项国安措施，要来因应中国对台湾的渗透甲武力的威胁，而且会甲郑南榕的精神藏伫心肝内，无可能互台湾搁行转去永年威权的统治。任何鼓吹剥夺台湾人民自由，主张互中华民国台湾消失的创意，拢毋是台湾社会会当接受的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更毋是利用自由来消灭自由。赖清德伫郑南榕追思会致辞，强调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甲人权。不过嘛，讲到中国的侵扰，尤其是2024年的强谍案，拢总有64个人去起诉。执政党的党工甲在野党，甚至是各行各业，拢有人去互中国买手去，危害台湾的民主自由甲宪政的体制。嘛批评中国军演威胁台湾，挑战国际秩序，破坏现状，这嘛已经引起国际上的谴责啊。咱的民主先辈郑南榕为着要捍卫100%的言论自由，伫1989年4月7日自焚。这一天嘛，互咱国定做是言论自由日。国史馆甲郑南榕基金会，甲伊伫咧1986年被关入去台北看守所内底所写的日记，即嘛甲伊出版做《郑南榕甲中日记》。基金会嘛甲因保存36年伊相关的文件甲相片等等，计共拢总1000外项物件，拢捐予国史馆。一页一页记录伫家国内底日常生活，佮有关心台湾民主的心情。郑南榕伫1986年6月，互人关入台北看守所的第4天开始写日记，内底有写伊伫家国内底看过册面会的人，佮有伊对迄当阵台湾国际情势的观察。国史馆表示，希望透过甲郑南榕基金会出版的这本《郑南榕月中日记》，互台湾人了解郑南榕，熟悉这段1980年代民主运动辛苦的过程。看到的毋是干那迄8个月的日记，你看到的是一个80年代民主运动的一个摄影，一个缩影安尼。所以我想这个狱中日记后壁还有真侪档案的附录，
嘛看得出来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安怎来看这个代志。郭书官表示，透过日记、有政府的档案，加迄当阵地南洋发行的自由时代杂志，这三方的记录，唔乃当互这段历史更较立体、更较深入。地南洋基金会也伫地南洋殉道的第36周年这天，甲文件、相片计共1069项捐予郭书馆。是把史料捐赠出来这件事，是把这一个更完整的让公众以及台湾人民来使用。郑南榕的家人以及基金会努力了保存这些资料36年，我想该是时候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即便是心痛般的舍不得。基金会表示，思想需要透过无同形式，才通继续传落去。希望这寡史料日记通透过学者的解说研究，让这段历史更较有系统性保存。郭书馆也强调，地南洋争取言论自由这份精神，唔那是台湾民主社会重要的共同资产，也拍开台湾对民主自由的想象，是台湾自由化真重要的一部分。未来郭书馆也会赶紧整理编辑史料，开放予各界应用。记者中嘉义曾俊佑台北报道。为着要打击票贩绑关价卖黄牛票的行为，台北市政府伫咧113年成立黄牛防治专案小组，到目前为止已经抓到86件，拢总罚的金额是2291万。文化局嘛强调讲，根据文创法的规定，只要有铺起伫网络顶，无论是买卖敢有成功，卖黄牛票的行为都是犯法。这一届罚上重的个案是罚264万。去年12月，周杰伦伫咧大巨蛋开演唱会，网络顶面流传大量的黄牛票，介绍伫2杯到10杯拢总有。为着要拒绝黄牛行为，台北市政府伫咧113年成立黄牛防治专案小组，上重的个案是互人罚264万。最高是罚到这个原价的50倍。那这50倍之外，还要看你售出的张数是多少，还要乘以张数。这就以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最高单案264万这个案子，它事实上是50倍，但是它卖了9张，所以它事实上是原价乘以450倍。黄牛有在卖周杰伦的票，然后我看它价钱好像差了好几万。台北市政府提起照文创法的规定，不管是票有卖出去无，只要搭伫网络顶面，就一定违法。文化局表示，有一个20岁大学生，伊甲一张5880块演唱票，加到23880块，拢总加4杯，互人罚40杯，罚235200块。搁有一个30岁女性，共款卖4杯，伊是卖2张，所以互人罚474000块。按照这个文创法第10之1条第2的规定，就是说你只要在网络上公开贩售，说我要卖，对，这个就已经达成了犯罪的事实。粉丝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很喜欢他，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会想看他。文化局表示，罚金是照加价比例来算，若是黄牛票加1杯就罚10杯，加2杯就罚20杯，上济罚到50杯。台北市政府表示，因伫咧113年成立黄牛防治专案小组，到达为止已经抓86件案件，罚金已经累积2291万。希望透过重罚对源头阻挡黄牛票，维持公平基本活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即马诈骗的步数是百款。就连医疗器材嘛，互摕来诈骗。伫台北有一个70多岁的社会人，伊去银行汇款要汇200万，讲是要买医疗器材。不过银行的行员认为讲，这个老大人可能是去互诈骗，是赶紧报案。因为我们一般签合约都会手写，后面再加盖你自己的印章。不是，问题是说他比较，大概是比较便捷一点啦，是这样子啦。哎，因为我们都是用LINE来传讯息嘛。是哪里认识的？我们是老朋友了啦，已经是很久的老朋友了啦。这个社会人讲，迄是朋友讲要熟熟卖互伊，袂有问题啦。不过警方发现讲，这2个人差40多岁，安怎听就感觉真奇怪，而且这客用嘛有问题，真有可能是诈骗。因是有喙讲甲无烂，一直甲苦劝，才总算无去互骗大耳。交通的消息，咱要来看高雄的路口有要甲6000个，其中有2000多个路口的青红灯，红灯结束，不过煞是无随跳青灯。路议员批评讲，安尼可能会造成民众无细致就来违规，或者是来发生事故。即马交通局嘛答应讲，会甲有问题号志全部拢换掉。
爬山后壁10外台奥多摆伫咧等车顶，就看到红灯倒单的秒数结束，就准备要吹油门。不过这红灯一刷，毋是直接跳车顶，害这台奥多摆冲出去就随地动啊！高雄市即摆有5800个路口，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交通号志拢是像光复路这款叫做黑色式的青红灯。民众骑车驶车，若是无注意看，就有可能就会出现冲红灯的状况。头脑注意到红灯已经灭掉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直接冲出去，确实比较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可能慢一点再反应吧，就是等号志完全转成绿灯的时候再通行这样子。有些人习惯就是有好秒数的话，就是会比较好掌控时间这样子。有议员批评这款红灯倒单秒数是交通限制，应该爱全部换掉。议员也表示，这款做法在国外真罕哩快，要求交通局爱赶紧换新的来解决号志的问题。交通局表示，黑色式的青红灯即摆已经豆豆在汰换，不过因为经费的问题，会先对学校周边的道路大行做。我们的交通局找出了方案，可以改变这个问题状况了。那你们什么时候要改完？我们优先会先从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比如说校园周边跟1超4路口来改。目前高雄约有2000外的黑色式的青红灯，后续设置的新号志都无这款困扰。交通局也是提醒民众，不管是骑车、驶车，上好也是等到完全变青灯才起行，安尼才袂造成危险。记者柯嘉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高雄南马溪骹球场本地今仔日要举办2025国际女子骹球的邀请赛。台湾队要来对战纽西兰，不过纽西兰这边认为讲场地无够安全，所以是拒绝参加比赛。顶头出现一块宝贵草地，中华女子骹球队和纽西兰的国际邀请赛，本地车杯要伫咧高雄南马溪骹球场举办，却因为纽西兰队勘察场地了后，认为无够安全，决定无要参加。草比是我们都有一直在这么做，然后我也有看到他们人，我只能这样子讲，怎么样我也不知道。2022年11月启用高雄南马溪骹球场，工作人员表示，草场拢有定期的整理。不过骹球协会真正的秘书长表示，球场的平整度和草看无够密，真有可能是过度使用也未恢复，认为是骹球协会的过失。你2月份就知道要办比赛，这中间其实你在对场地的养护要求上，其实足协是有这部分的专业跟责任在的。他一直到3月下旬都还让男足在上面练球，场地被破坏以后，他又没有要求场地的管理单位去做符合国际赛规格的保养。真无简单，伫国内举办友谊赛，却因为场地安全纪录来取消，引起外界质疑。事实上，国内符合国际比赛标准场地，敢若国家体育场、台北电竞场。不过，这两个场地同工早起已经有活动，骹球协会则去拒接由民间业者营运的南马溪骹球场。男子足球场目前委由博文健康公司营运管理。平时即举办多场台湾少年足球指标赛事，对于本次赛事也给予最大的支持，配合足协进行场地改善。中华骹球协会强调，和纽西兰队场地单位勘察几落届也提出顶铺草场等建议，场地单位也伫咧清明年假赶紧甲做起来。不过纽西兰队评估了后，也是决定无要参加，有买票民众也拢会退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文化部办台语家庭计划活动，第1期有1800外家庭来参加。有家长就讲，会当参加扣点数的台语活动，大部分拢是讲故事的较侪。伊希望未来会当举办无共主题甲形式，互台语的活动会当更较多元。过仔年伫倒位？过仔年，你有看到？这是啥物？过仔年啊！过仔年。来，迄个遮大条的对无？这是西洋鸡仔年。伊顶完这个敢会老？就是为遮安尼切掉就会使，留一段。哇，这大只的！耶，足大条。听到要找过仔年，囡仔随反应过来，这个菜园是因兜的菜园。这阵囡仔自细汉就伫咧厝的讲台语。去年12月底，文化部推出来试办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时，因着申请做正界的台语文化家庭，因为对这个囡仔来讲，用台语生活已经是真自然的代志。高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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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丽菜。我甲恁讲一个，你已经超过啊。
参加台语家庭了后，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参加台语活动，扣20点的点数。文化家庭甲翕电影片分享学习成果了后，每一个人得当摕到1200块的奖励金。亲像伫咧菜园晚菜进前，妈妈带查某囝去参加桃园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广告活动。不过伊国校啊4年的后生煞无想要对，因为对伊来讲，这款活动伤过无聊啊。妹妹今仔就去参加迄故事的，你奈无？因为刚刚伤无聊啊。参加过无聊的，上无聊的，你感觉是啥？聋哑。因为这个囡仔台语已经真认真，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妈妈也发现讲，爱因去参加一寡台语广告的活动，拢招袂行。妹妹即马是2年啊，毋过嘛足建议就会变做中年级的学生啊，对啊，所以伊可能就对广告书即种活动可能就会较愈来愈较无想要参加。加上真侪关系，帮互台语家庭扣点数的活动，拢是台语广告占多数，嘛有其他的台语文化家庭的妈妈认为活动伤过相共，囡仔就无兴趣。细汉拢会使带因斗阵去佚佗，还是去听，伊拢会对你。但是较大汉，伊有家己的意识，伊嘛会想要参加伊有趣味的、有兴趣的活动。因也建议文化部伫咧未来新的一期计划内底，会当改变活动内容，办一寡台语运动比赛、电影放送，也是龙舟、露营这款的活动，提升囡仔参加意愿，可更较侪台语家庭加入。记者陈阿选、曾俊佑桃园报道。即马拍电动嘛有新的发展啊！哦，英国即马已经发一款装置，伫拍电动赛车的时阵，若是去弄到物件，会当闻到臭火大的味，要互耍电动的人有无共款的体验。参加企业的博士班学生头顶戴即个头戴装置造型正特别，这条透明管加麦克连到喙甲鼻仔附近，伫耍的时阵，车若发生车祸，就当闻到气味，赶紧打档啊。It smells like a car crash, like burning tires, but it makes the experience quite different. It's a bit scary even. 华为大学研究团队加电源公司做伙研发的这种多感官加速模拟头戴装置，互耍的人会当闻到环境场景的气味，增加视觉加听觉以外片觉的感官体验。负责开发的教授讲，结合多种感官的互相作用，互你耍起来更加亲像是真的，强化沉浸的效果，互游戏开发有新的灵感加创意。Gaming, of course, people want a more immersive gaming experience, and of course, smell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al world. So in the driving simulation that we're doing here, if you have the smell of the burning brakes, of course it's going to indicate there's a problem and you should maybe take your foot off the brake. So if you didn't have that smell of burning in the game, you wouldn't respond correctly. 这个多感官加速模拟的头戴耳机，经伫咧华为大学60周年校庆的活动第一遍发表。最近发表的还有一套味觉侦测装置。研发人员讲，对医学的角度来看，鼻仔加喙齿感觉的变化是一寡疾病的指标，像阿兹海默症就是鼻觉侦测器就能帮助检测阿兹海默症早期症头。The problem is you can get Alzheimer's in your 40s or 50s, but you won't know about it until your 60s or 70s when you fail a memory test. So how do we determine the people who've got it? Because before November 2022, there was nothing you could do about it. But now there are new drugs, the lecanemab, which are available, which slow Alzheimer's down. But crucially, only if it's caught early. 要早期检查出是毋是得到阿兹海默症，定期电脑断层检查是一种较有效的方式。不过，因为医疗资源分配甲法规，伫即马是无法度正普及，开发其他简单的检测方式就正重要。华为大学即马抑佫伫咧发展片觉侦测仪器，透过分析个体片觉功能变化来体检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若是研发成功，有希望会当改变以后疾病诊断的模式，成做预防医疗的重要突破。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6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